TYT 大電影剔18000。有人話放網之後好多人都撲學校，計我話放網之後不如去瞓返覺。有人話放榜會見到好多人喊，但係我想放榜之後見到你哋笑。放榜啦！青林大電影第1億5千萬次。麥晶啊，晶姐，好掛住你啊！放榜啦喎，心情點啊？好緊張啊，不過都應該升到協路嘅，應該夠分嘅。我電話響啦，我趕住去揾 Candy 啦 ，baby 啦，再見。青林大電影剔138000億。死啦！蘇眉咩事啊？第二階段得翻19個位，第三階段冇位咯，我入到協路啦。唔緊要啦，我哋一齊去馬診食朱古力咯。好啊，耶！青林大電影109000次。哈哈，我係星星唔係太陽啊！星星就嚟放榜啦嘛，心情如何咧？好緊張啊，晶姐！緊唔緊張啦？你老豆預你攞20分㗎嘛，有冇信心咧？冇信心啊！如果升到我讀中六啦，但係如果升唔到，就讀副學士啦。你信唔緊張啊？咩事啊？我唔係緊張啊，我係講到抽筋啊！哦！大電影第590001次。都睇。咦？呢個咪係青林團啊？現金啊！現金。咦？就嚟會考放榜啦喎！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我準備緊放榜啲嘢咯。準備緊放榜啲嘢，準備成點啊？而家諗住讀啲乜嘢啊？唔知啊，我想讀美容又想讀空姐，不過最想都係讀空姐咯。哦，美容空姐都幾好，不過你最緊要記住，美容又好，空姐又好，你最緊要記住自己係一個貴重的器皿，知唔知道啊？知道，不過我應該最後會係揀做空姐，我飛啦，拜拜。做空姐都好，不過都要着翻對鞋啊！青林大電影第313.5次。時間啱好，啱到教會。咦？呢個咪係阿護士小儀個仔思怡仔。係思儀仔。呢三蚊太。阿思儀仔，你仲打機？就嚟會考放榜啦喎！有冇信心啊？都差唔多啦，不過如果真係考得唔好嘅就好慚愧。唔使慚愧，盡咗力就得㗎啦。不過有冇諗定之後會點做啊？放榜之後？都應該我媽媽會幫我安排㗎啦。你自己要知道前路係點樣至得㗎嘛。好似我篇講道咁樣喺個青少年崇拜度 ，whatever will be，你要知道自己係去邊度至得㗎嘛？知唔知啊？嗰次我冇聽喎。佢好似好多次都冇聽到，咁你就要翻多啲嚟崇拜啦，知唔知道啊？我真係好慚愧。好啦，乖地啦，我哋入去崇拜啦。點啊？你哋頭先有咩感覺？不過姑勿論你哋有咩感想，有咩感覺都好，我希望你哋把握住呢一刻嘅感覺。就算我得到今生的自由，你卻是我知道。
煩惱，在絕望裏投訴。只要仰望住，哪怕會迷路，上帝早已預備。我不相信運氣，即使風光明媚，但卻不是你預期。上帝早已預備，至少我不被遺棄。難得你為我死。點啊？呢下感覺如何啊？總之你唔需怕，凡事上帝早已為我哋預備咗。OK？只要仰望住，哪怕會迷路，上帝早已預備。我不相信運氣，即使風光明